在个新闻来关心苗栗的消息，苗栗东路透天厝火烧厝造成当时伫3楼3只底下无命。虽然检方初步勘查认讲这毋是人为放火，不过哀痛的家属即马上想要知影，就是当时到底是安怎2楼的熊熊导火？因质疑讲火灾前透天厝附近有停电有失电，敢是因为伫送电的过程中引起火灾的？因想要知影。到了孙女啊！我每天早上带她去上课。伫会场过身3只第一阿嬷看到苗栗县长徐耀昌，佮未来县长张东锦拢来啊，哭甲真伤心，希望官府赶紧调查火灾原因。很贴心的孙女啊，这样就给我带走。苗栗东路3号发生透天厝大火，上局研判当时敢若是因为亲人犯火灾时间伤晚，加上窗门到铁窗啊，伫3楼囡仔的房间门阁无关，才会互浓烟冲入去，造成房间内3只地啊拢互火烧死。检调初步排除人放火可能，毋过是安怎的导火？上局透早第3摆去现场勘验，搁找带电的工程人员。现在这整条路都是用同一条线路嘛？有事情怎么会只有我们那一户有事情？3只地下故宫讲火灾发生进前透天厝停电，好亲人怀疑是毋是伫复电的过程送到220的电，造成2楼导火。所以起火的位置在2楼。2楼前面，他睡在三楼前面啊。问题就是但是我姐夫也睡到3楼后面。台电人员解释讲，当时停电的毋是干那这栋透天厝，是规排的厝拢做伙停电、做伙复电。那真正是送电有问题，应该是规排拢会出状况。敢有可能是透天厝的电线伤旧才会导火？该含商人员好好深入调查。